来关心香港的网络媒体立场新闻，即马已经停止运作。即马两个立场新闻的警告站是互指控讲是有煽动罪。香港的法院昨昏判两个人罪名成立，这嘛是香港回归了后头一站媒体互指控煽动罪成立的案件。两个人相当会互关2年，外界烦恼这影响香港的新闻自由。表情正严肃，建议法院已经停止运作的香港网络媒体立场新闻前总编辑蒋派权，离港来法院听宣判。伊家前署理总编辑林孝堂被指控策谋发布或者是复制煽动刊物罪名，香港区域法院法庭离港裁定罪名成立。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the civil and the political rights, are very clear show that the freedom of this nature is not the absolute one. And in the interes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public safety and the public order, restriction can be imposed. 两人相关将会被判2年监禁。这是香港回归了第一件传播媒体被控煽动罪案件。2021年年底，警方拘捕立场新闻6位现任或者是前任的高层。要让警方起诉蒋派权甲林孝堂，在2020年7月到2021年12月之间发17篇文章，想要引起怨愤，或者是表示中央甲特区政府，或者是激起对因立判。案件经过8到2年的审讯，上尾判罪名成立。外界担心对新闻甲出版界会有下架效应，减弱新闻自由。The accused articles say that they were seditious. The same content articles, blogs, and interviews also existed in other media. So, is there any further legal action against them, or is all end? It starts from Sad News and will be ended in Apple Daily. Is it all over? 对判决的结果，后边透过声明讲，虽然香港基本法保障新闻自由，不过这边的判决是这项基本权利愈来愈求水的一个现象。后边希望香港当局恢复当地对新闻自由的信心，而且莫阁起诉记者。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澳洲等几多个国家的领事馆代表，拢有到现场听判决。公司新闻郑伟玲、吴其昌编辑。